警察勤務大瘦身，警政處表示，為咗簡化警察肩負嘅業務範圍，決議簡化警察協辦業務總共20項，要回歸警察嘅正常勤務。警察雖然係人民嘅保姆，但真係唔係事事都做得到。比如網路上面流傳呢一張環保署發文俾某警察局嘅公文，因為民眾投訴魚池青蛙夜晚叫得太大聲，要求警察協助，真係令到警察好頭痛。為咗減輕警察包羅萬象嘅勤務負擔，警政處長陳國恩上任之後，收集基層警察意見，決議減少20項警察嘅協辦業務。未來原則上將唔協助查緝禁煙場所、違法物醫、藥師、化妝品嘅稽查取締，亦都唔協助狂犬病登革熱，仲有防疫藥劑噴灑安全維護，唔協助民間企業活動安全秩序等。不過，好似係日前衛生局查緝飼料油食安風暴，基於人身安全就需要警察協助查緝。警察勤務簡化嘅消息喺警察權益自救會嘅臉書粉絲團亦都引起討論。有人留言希望最好唔係講下啫，亦都有人講希望警察能夠唔好再幫忙送教召令啦。仲有人擔心呢一項勤務瘦身決議最後不了了之。立委認為台灣社會對警察有太多指責，結果令到警察變成帶槍嘅弱勢團體，配有武器就唔能夠輕易動用，呼籲社會對警察有更多尊重。